关这个立法院的状况，咱甲时间回到早起1透早，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就走离的议场大门的头前。到早起7点左右，民进党大队的人马出现，双方为着要进入去大门，爆发着肢体冲突。这届民进党是直接派出着党内上届重量级的立委蔡英文来做开路先锋，互国民党镇守的防线是真忝头。国民党立委竞做伙，因为民进党委员冲过来啊！民进党立委蔡英文拍头阵开路，直接冲过防线。两个国民党的立委会演都在地，立法院阁开院会。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顶摆是咧走来走去，今仔只是这个装扮出现伫立法院。腰有下缩大，行路真慢，因为顶间的跳关跳街，每当骨有伤到。郡县也是很拼搏，大家都很拼搏，不是只有我而已，只是我跑得比较快，大家有看得到而已。希望国民党不要再那么粗暴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带了一大堆护具给洗头啊。较是有影，你看大家国民党的立委，身躯南袖手龙都是有护具，罗定伟更加袂输敢咧拍橄榄球共款。顶摆去翕到这个画面的王芳美，伊的配鼻毛成金有密落去。我这个 OK， 其实从上个星期五到现在都还在啊。我今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用这个摄影，还有用密录器来保护我们每一个同仁。顶礼拜五，因为摔到伤的民进党的立委辛碧荣头是包掉的，避免第2摆滚到进动。只要是党团分配给我们角色，我们就是往前冲吼。所以呢，不管怎样，我觉得头部保护好，该做的事情我们都还是会去做。当然，唔拿议场外两军抗战议场内，国民党立委除了各用椅啊、锁啊绑好，顾这个主席大门以外，甲顶礼拜比较起来，美国的从来拢去有较斯文，表决大战嘛总算有新的进展。第25条条文，照国民党党团、台湾民众党党团共同所提，在修正动议，条文通过。虽然民进党团前后要求点名表决以及清点人数，不过拢和南北封杀韩国瑜嘛才是好决，和民进党在表决这方面又搁输去。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